OK start stream 了 OK 哇哦好咯 OK 各位聽眾 OK 咱 start 啊哈你係咪瞧我 screen 去 OK 哎呀，各位聽眾，歡迎讓到對來收聽邊啲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 actually 嗬，頂日是嗬，阿龍啊，唔知是龍講個咩物件是龍會叫講就係呀，講個咩物件是，然後我講，我個有講係咩啊？我有講係個咩？安尼一年我 still 講係咩？然後我對冇咯，上次冇咯，冇講咯，只久咯。so 哎呀，特別有好。啲符嘛 on and off 要講嘛，唔是咩？冇，我未記，特媽媽講，我知道我講，特別是攏聽個關係啊，攏冇聽到啊，你特媽媽講，特媽媽講，攏聽個關係啊，攏變咗冇聽到咁我講嘢啊。意思係啦，normal sound 對，唔要緊啊，歡迎大家到對嚟面下嘅，就或者你禮拜咧，我咪講話題咧，就是唔是個別啊，但是講到尾尾個別咧出國較好，較便宜啊，是 quality 較好啊，阿咪 Arabica， 阿咪 Africa， 唔是。Arabica 咪 Sabarina 咪唔能講咪 Robusta 哈，嗰一隻派尾掉呀咪，阿咪啊Lidiana 哈 Liberica 對哈 ，OK， 所以這個禮拜咧咪聽，咱嚟介紹先特別嘉賓，哇，頭先個比是咧一千萬人同幾千三人，咁嘅啊後點阿龍啊歡迎後點阿龍，之前就哋告訴到只節目咧，之前後點阿龍，人哋冇講到辦會。嚇！我咪困呀，佢辦咗會，我冇辦會。念個邊念咩咧？念個邊安尼啊，古林拉個愛困。冇用嘅，我照困嘅。OK，夠啦嘅。我愛困，有時拍戰，我本是困嘅，我都講。阿岑lak沙個好肯定阿岑lak沙，然後個อาหาร個有 clubhouse 入邊clubhouse 入邊有半間，唔，別使講半間啲南西炸棒嘅南西。差別款，南西熟就講咧就咁棒。可能睇你話幾可個大嘅手浪。我就驚，我有時啊，我你可能做過，當時啊，只佢嘅 setting 裏面話咩 audio 咧嚇，一點會出嚟時喂，我陰大到 end room 嘅。哎呀 ，OK，anyway， 這個禮拜哇，個棚我肯定應該是有攤節好了嘛，我未到個棚唔知話硬做咩物件。這個禮拜我咪講嘅，就是講出國辦會。出國辦會就是有你看這無像，若是講你是到馬來西亞人，若是你被成個潮汕嚟看，你被去成個我唔使講潮汕是逼伊啦嚇，潮汕到底啊，潮汕到這個就無，佢就成講。潮汕伊是會買好好物件，是講咩買西面嘅物件，去日本嘅時喺度去辦會買咩物件，人哋有可能到啲日本買較便宜嘅是伊個節較好淡薄，所以一個禮拜啊，就是俾每人就人有時你可能關係講，要出國嗰時，就要去辦會啫，去買淡薄外國加你大嘅所在。少有啊是無呢好誒，咧出去國口買，學愛困嘅阿伯成講聲，阿龍，我冇嘅喎，我有一個，就是這個我這個 NG，我是哦，你 cost，我用咗這年嘅，這個呢我去日本我係買咗這，我係買30張，我幫大咯，我幫大，所以你30，哦，日本票即係咩票？ Brothers， 我係記 Man term。對 brother，you're right，Omi brotherhood，對，Omi brotherhood。我係記 ，because 你知道你做開 IC，你啲中國店即係十幾啊，是蝦米？你講係單係真呢？我是會去日本店，日本買嘅，但係因為 COVID 嘛，所以我喺中國店啦咯。哦，因為中國有會嘛，所以我喺中國買轉來，但係我買本是日本嘅 brand 嘅。哦 ，OK，我當時買一個，然後除咗這個貴後就是國幣咯。對，我對邊個我是。愛離開邊樣整嘅攞啥子咧？我就是拖自己阿媽呢，一個人嘢一包兩包，然後對到厝嗰啲我甲佢偷，所以我衫係啲咧，我個別款嗰時一條係啲對面。
啊，生位嘛，一條喺啲啲泡甲水水嘅呢，醋甲水水嘅，一條喺啲啲面呢，夾轉嚟，我扮咱就會了咯，把乾把糊當時，別太傻食嘅，特別別只久嘅，個別款佢我當係兩年咗，到三邊別咯，我較濟是食嘅咯。我本時我去頂次去日本，我頂去日本咧，我自家買伊嘅喙齒膏。哦，係咪數特別？較好用咯，伊喙齒膏，伊嘅迄個面色味素啊，伊無安尼重，因為我食杜蘭面色味素嘅，嚇，伊無安尼重，伊有一種會漂白歹。我冇食見面嘅味素啊！我是講，我得啦，我出去個味，我個啱講出去個味。咯，有你面嘅夾一隻就要即係喙齒無味啦，安怎食？上個係你越南面食粉嘅味素你咯啊，出去高嘅味素嘅。你食面嘅面嘅時候，真係暗下喂，小英。等我開開看。會咯，接即個了，買會咯，我真暑假去台灣吼，我買成7箱會轉來，我啲即邊個我無買啊，我買6箱啦、7箱翻轉來。所以因為台灣嘅會個便宜個好稱。我個買會，了個有時買上個面嘅咯，你mask買幾若包啊？一包50塊啊，迄種嘅就，迄邊價80塊，迄邊價40-50塊呢。嗰日本是幾多嘅？真可能嘅了，食我紅暑假買一項嘢，我注意到伊暑假買糖去外國，去到韓國家買糖對來。冇糖啊？冇糖白糖啊？白糖又好，黃糖又好，因為頂擺我買成，我去到巴黎，因為我係行個巴黎嘅糖錢啊，加來泡過非常好啉。迄種嘅伊樣嘅紅糖啦、椰糖啦，迄種gula merah 迄種啦。你放啲果皮是有影較好啉淡薄。然後嘛去邊個買啊，小妹伊看然後看伊知道，伊去日本有買，因為阿玲有看到我買咗濟糖對去。你紅無去啊？去日本時？有去，伊就是看我紅做咩夾對嘅糖。阿玲就知咧，我人安怎買法，伊看到我人貴咧，迄個 trolley 是滿嘅都，我買甲 grocery 嘅啦，我買甲滿了，我就甲買一項日本買Maggi mee。無幾國家，我去買一樣無相對，日本、台灣啦、中國啦、加日本好印尼啦、泰國啦，我達到買樣嘅麵對來食，了個樣嘅安怎迄種迄個蝦米 chips 迄種 snacks 迄種啦。我尾後攏看一隻物件，我就實食 ，OK 攏看到我隻物件未啊 ？focus 下，攏看到YouTube。有啦，我 Facebook 應該 YouTube 不是 Facebook，YouTube 應該有看到哈。一並無 link。只內，你去 YouTube.com/penang.hokkien 就有啊嘛。我知，一並無導 link。我掉。對，你甲我下者。我都係做 YouTube 嘅。到 YouTube 你就會看到我嘅小影咯。哇，伊是面了，真是白一實在好料。這時候啦，這是唔知杜巴什麼？我因為嘅水呢？因為因為一條啲先嘅 matter 啦，裏面 creamy 你看到裏面，你看到白什麼白嚟？一白是杜巴。叉燒。對啊，成個叉燒呢係淡薄豆油咧是，你話紅筆呀，一時是筆呀第好啊，一 refill 咗水好啊。伊有火，我有隻 system 嘅咋，正伊火罐就是講我被生火嘅是。也嚟咧，交俾下掉，交俾下掉，我特擺嚟，頂到是故意告訴嘅嘛，即係 usually 隻 topic 是故意告訴嘅嘛，所以伊特別教我，好我 prepare 啫。我邊日我哋 link 都人去看。YouTube 會到底頂面咧，先去看出國版會感謝，感謝。你很少嘅意思嘅呀？寶寶睇咩喎？我係即是咩喎？係時下立鼻娘嚟啦，係時下立鼻娘。是食個撚係你經濟比款嘅。特別看起來像青紅椒，我看伊味本像，但我食看 I think 伊無呢甜，人會有糖嘅嘛？人會較甜嘅。甜水。伊會貴，特別伊嘅 texture 是mushy 嘅。
Yeah，你人食係是 normally 食係是咖喱，熱，跟住我我嗱，成都有咖嗯。做。所以啊，OK，當然講到可能講辦會嗰時，我就走去食啫，所以讓好我幫食。人講嗰邊我買蕉咯，我有陣時頭smart 蕉對嚟哦。係咪唔使俾豬嘅咩？唔使，你俾手指我唔特別一啲 tax free 嗰邊嘅買嘛，一啲 custom 一啲即係哦，唔使 tax free 俾啊，我 export 唔知嘅，唔使喎。嘅，唔使夾對嚟嘅，你冇 tax free 嘅，冇 tax 嘅蕉，你夾對嚟咪掉 tax 啊？對呀，你你掉 duty free， I thought duty 啊 duty free， free 你是嘅嘛 duty free 就俾到啲，喺 airport airport 嘅是算 duty free 嘅啊？要啊，哦，我夾 airport passport 買嘅嚇，都掛靠買我嘛頭，我 smart 咯，smart 就去bằng啲垃圾上邊接咯，未我買有驚破咩？實嘅啫，人冇食掉啦，愛看落安怎貴時嗬。貴時愛看情形貴啦，你啊價啦，我有陣時我嘛拖掉我驚白白貴咯，又冇幾想拖見啦。用鏡嚟做 Q 啊！係咪啊啥意思？就這樣。我聽到有人講啊三講啊是啊蕉咯，我係買個蕉咯，了迄日因為我嚟馬來西亞不落飛機，對來是未買啊嘛，干那去會買爾嘛，啲嚟 duty free 邊個，所以我買嘅時買過，我買時間啦，買咗過期。了迄邊甲開了，有剩的本是 smart 接來咯，對來是 smart 接來咯。你收嘅啊？我有特別 occasion，特別真係人知啊嘛，頂住飛機嘅，特別也唔是講咩，無聊呀。啦，你是數咁好咧人實鬥嘅嘅了知。誒，嗱，實際有型嘅都制哦。哦，我冇 expect 到啦，咩收嗰時 OK，冇物件，特別你數時間過啦，你就無聊啦。啊，鬥嘅咧冇數嘅咧，哇，突然落水嘅咧。頭幾號數我本啦，數據我唔知。接落底，嗱你 wedding 嘅時我唔多運就唔捌咯，我whole life 唔捌當過咯。時間咁我本慳，想時間較少嘛，較胖嘛。我唔知你 feeling 上咗。你時間我咧，我感覺不如練過 B 我不如嘅人啊，試三嚇。時間，你感覺是咧，愛暑假練過 B 嘅人，但係暑假時間，對，伊係 B 索嘅，二數哦，啊，嘅我減上時間 call，喺度幫俾你 cheap 嘅啦嚇。嘅減 call。但係你講，但係你講出國嘅時會使買飛機啊？對，出嘅時都會買，你對來時但係是會無通嘅， encourage 人買飛機然後 leave the country，唔是買飛機接這個國家。唔是接我人把你無通哦，嚇，呢啲咩嘢？咁啊出會買呢？哦，我唔知喎。我你係寫俾字嚟喎，你俾字嚟話你俾字俾上謝，你可能俾一條呢咯。我有 limit 㗎。對來無通買了，哦，冇伊無迄個店買了，我對來，哦，一店冚㗎哦，你啦，是無通買啊。特別你安怎會哦，你冇人買？ import，你唔是接出箱嘅咩？你出嘅時就買？出嘅時你會使買，出嘅時予你買，你寄出去。特別對來時，你是講到啲馬來西亞南面買咧是寄歸關出去嚇？啊，歸關出去。唔是到啲你 duty free 南面買啦，你是講？特別對來咧嗬，對來無 duty free 賣飛機了，無了，冚㗎了誒，咁就少呢。哦，啊真，係奇怪啊！我 actually 我人屌到底，因為即係咧大漢咧，我冇人逼做乜事，即係招架飛機是俾另外人哋麻煩嘅咯。唔知。他們有另外的麻煩。我招架飛機是另外算嘅，就物件。你俾俾朋友，你 duty free 啦，你俾一嚟俾嚟啊 OK 啦。招架飛機咧，可是一另外算嘅就講啊，有隻 limit 講你俾使俾超過2 liter 啦，啊飛機無啦，俾一支招啦，啊，一支招啦，加一條飛機啦，一人一冇啦，個啦。都係俾佢啲冇習慣嘅嘛。啊對，因為這個貴嘛。你飛機啊，加你酒啊，正一個國家，嗰啦是以政府管嘅嘛，所以以 tax 相關。就是我就是冇人俾佢點咯。I tax 累咯，啊，所以唔係學你俾姐姐嚇，唔係學你俾姐姐。你嗰時面接面，你嗰時買數買隻咯，有特別講是贏啊。
一點嘢啊！特別我因為冇俾愛講特別是我嘢，被我拄着喺度情形領嘢頭早冇俾愛講，學你氹掉佢咧。哦，是咩？伊會講唔嘢我是講，我唔知講你熟時間，冇較早呢，使去啉咖啡熟時間，我 stop。係啦，但你嘛是冇啊 stop 真久啦，咪個數到對啊。แล้วรู้ใช่ไหมรู้เขามี particular 票還是 number รู้สุกาย哦 Monte Cristo 啦是咪夠晒哦我落行嘅，我是只會下了，那個是時間下了，我想你看呢，我啥樣你每我念下面只會咩？我講不要緊，我是只會下了。有時間係咪時間我是時間本下了，我不要緊嘅，我真你是有酒有時間嘅人啦，所以你特別找有故事嘅人咯。好故事，我最主要呢，放 music 是最主要。多聲。係咯，係咪啊？唔知啊。唔是話，唔是我本。未 Google Meet 入邊。是話 ，sorry。自己咁是伊啦，他字又是伊啦，開聲又是伊啦，你係我呢個。at least 冇揸板。嗱，我成戰。at least 成戰。at least 冇揸板。阿漢，你講話你到啲澳洲會辦咁樣去咧，出國時你對，但係講你到啲馬來西亞時，你冇來時你對馬來西亞時，你就會辦咁樣去對下馬來西亞人，แล้ว啊時你會到啲馬來西亞時會辦咁去對去Australia。第一 popular 嘅是 supplement 咯，因為這邊Blackmore supplement 較便宜嘅 glucosamine 啊。vitamin 哈咪物件，我就會教我厝內人講 ，OK， 我幾號對來，我有幾kilo 嘅 luggage， 你話愛買哈咪藥嘛，教我講咯，就買互伊人咯。了呢，家己買對來咧是 stationery，Australia stationery 真啊貴。真啊貴！我覺得Korea人就個話呢，我們對佢們Korea人成日屬緊Australia一個 brand 嚟咗。Korea人屬緊係 brand 叫，我唔知叫咩咗。伊是成個 unicorn 呢，有 rainbow 嘅色嘅。呢個叫咩啊 ？Korea人真正屬緊係 Australia brand 嘅 stationery。Australia 有 Australia 有 stationery 比較吹，我吹你名好多隻。呢 brand 叫咩啊？當時佢日本去買 stationery。unicorn 呢，Unicorn 是日本嘅嘛，唔是咩？唔是，迄個 Australia 一個 brand 呢，伊有一隻 unicorn 呢，真正出名嘅就，邊咧有一間嘅 Gurney Plaza 有一間嘅，但係Korea朋友啊，讓啲邊咧人講，當然有了，讓去邊咧人走去一間店買嘅就。我聽到阿龍講 Australia。就是福建話就澳洲啊 ，Australia， 是一間店叫咩啊？我講咧，你就知，你就知。你看你最看咧，韓國咧是你條條是出聲。了有一個物件咧，我特日做嘅，特別咧，我 for tax purposes 我唔是。專家啦嚇，แล้ว Australia 這邊我人會使扣 10% tax， 若是你出國。แล้ว咧我買蝦米物件大嘅物件，像個 headphone 啊、Apple Watch 啊，行出去 claim 了 VAT 頭行對來。安怎會頭行對來？喂，你現在知講你是倒落去買呢？你可以看你會單嘛？像個我買 Dyson 嘅hair dryer 嗬，啥本來價錢是699澳洲鐳，了 Black Friday 我買430呀，了我個扣 VAT 我300幾塊呀 ，almost half 誒，歡喜㗎，無人有。特別你是買用馬來西亞 passport 啊？對，該使扣。BSD。伊免你出國就會啦。哦，你意思學澳洲人唔會使啦。澳洲嘅人本嚟。你就講伊買物件對去送人嚟講，你使你會使嘅嚟扣啦。特別伊是較，你是講較大項物件，就是講伊是較貴嘅物件，ticket item 較貴嘅是。伊是 within 60 days of departure，
from Australia 哦，了一个 business number 内面爱 at least 300块，so mostly 是较大的物件啦。特別你接嚟到對上時，伊咪那會知講你是做對買啊，是咯，伊唔知啊嘛，不要你客家壓去哦。就是行對來咯。Han, tapi lu anjur hal lu 10% off. Lu base hal lu 10% off. Kasi lu di airport is claim 10% off. 你啲 airport 你 claim 你可以上嘅 credit card 你就去抵。哦，你就叫你 VAT counter 啦，你還是叫 VAT 對 GST 啊。哦，上啦啦。即排隊真啊長嘅啊！哦，了迄個中國人啊，行 LV 啊、Gucci 啊，蝦米物件。是啊。阿涵啊，Smiggle。嚇 ？Smiggle。我知啊。Lord of the Rings 係 Smiggle。唔是 SMIGGLE。哦，伊是囡仔物件啦，去囡colorful 嘅啦，囡仔物件啦，我想講是 The Lord of the Rings 係 Smiggle。有 lunch box 啦，了個 stationery 啦，bag 啦。Korea 冇嘅，你識 Korea 人就屬價值呢 brand 咯，Korea 冇嘅。大人喎囡仔。我唔知，我今日就係講我嘅 friend 唔會話我就講去 Australia，因講未去 Smiggle 嘅店嘅咋。哦。I think 是比較易見啦，未必啦。囡仔愛啦，因為我講去講人去邊樣嘅店先去 Gurney Plaza 啊，比較濟。然後我是去過一島呢啦啲 Gurney Plaza，我是唔知要。若是一個囡仔啊，你夾 Smiggle 嘅物件去，你都是有 Rolls Royce 嘅人啊。哎呦是啊。你未流曬看？我係驚啦，謝啊！我係驚啦 ，lunch bag 啦 ，MBR 啦，水管啦。Korea 就係興 branded 嘅物件啊嘛，讓你 social status 就，I think 是 maybe 是比較人家啦。不，伊個 rubber 無相比，伊個 rubber 有味素誒，伊有香味蝦米誒，你囡仔自家誒。哎呦，特別伊個設計一個 neon 了咯。係咯，伊有黑色誒，伊有黑色誒，伊有黑色誒。特別我看店啊，哇，見到伊食了，計顯啊！伊蝦米物件冇有誒？伊規件物件插個 rubber 味啷無拉曬咩？規件物件，伊有這種味素誒嘛？其實係你別百分 beyond 嘅呢？我唔是別百分 beyond 啊！特別啲我水咧辦嘢濟啦，我水咧辦嘢濟，然之後辦嘢迄邊㗎，真價貴啊！嗰陣俾條$80把你15塊爾咯，咱嘅 lunch bag 迄邊價貴啊，個無大。啊，真價愛食8塊啊！哎呦，邊價要15塊我叫個用掉啊，伊有一粒，伊一卡把你個用掉啊，用咗10年啊。特別伊大漢了啦，伊買 Smiggle 伊少用，無，伊迄個我買是加物質淡薄嘅，我買互伊青色正正驚。OK，毋是迄種 fancy 嘅。了 MBR 了，你會驚？我對來下，伊佫關過我了，我真驚伊。伊是關過你啊，免佫關你咯，已經關過我本了。我第一袂 accept 嘅，我佫有一個小英啊，伊個細漢爾。阿什勒沙，所以我哋就冇阿什勒沙呢？阿什勒沙大呢會應該是辦會南方對馬來西亞是幾咪會對，還是對嚟加拿大係是幾咪會？我對馬來西亞是一個 bag 係啲大細級 like medium 嘅係啲 like 大開，特別對嚟是長卡嘅。對，想個話。แล้ว我做嘅。我講我 pack 嘅罐就是甲阿龍上嘅，買迄個果啤，แล้ว蝦米位這邊細隻 ，A 這邊細隻 ，boy 這邊細隻，特行細，แล้ว對來是特別 stock check 嘅，若是講有48包，有陣時吹袂到，特別這邊吹者，邊吹者，特別有吹 ，because 我特位細，我就細啊，我嗰陣是夾隻。蝦米物件咧？隻物件，蝦米物件？kopi lah, kari hun lah, like
土豆咧，山东岛啊，Malaysia 嘅土豆啦，哦，咧紅我椒啦，本時嘅你超嘅白頭嘅，鹹鹽什麼花生，我就係食你土豆嘅。咧白鐵酥啦，豆沙餅啦，咧紅油啦，攰住俾紅油。哇！Like mosquito repellent 對去加拿大有 declare because 我諗這邊係 I think 一個人唔知係俾1,500還是幾塊未記啊，我兩個人嘛是按個3,000塊咯。哦，我冇去關 biosecurity law，哈咪物件袂使炸，哈咪物件袂使。特別冇像 Australia 咧時候。我諗未使夾白未使夾白。So back 我未使夾，特別我 usually 有講嘅，but 我真 lucky，usually 我過 customer，諾維本冇查 ，usually 冇查。我 just declare 我講我夾哈咪，伊 just 換我係講我得過啊。我頂擺我對啦，我嘅小弟唔知做咩水起嘛，甲伊叫我買功夫件對來互伊，然後我就 declare 咯，然後伊就看我 list 掉迄個物件嘛，dry fish、dry pork、prawn， 你講 Are you making nasi lemak 迄個 immigration officer 講，so yeah I invite you, okay, very good. Invite me to lunch 咧，互我過。特別袂使北關第一袂使夾接來 Australia 嘅。古日本上白袂使。我諗袂使夾白，袂使夾你知啦，桂枝唔通夾，我諗是，嗰個 farming community 嘛，袂使夾桂枝。แล้วน่ะสิลูกอยากควายจี้อ่ะเสียเมียลูกตัวเบะอุปแพ็กเกจ咯 so ว่า usually น่ะสิ講ว่าเบะควายจี้啦เลยจะไปบุรงไอ้จี้กระจังบตอยจี้ทำมีกี่ว่า head อยู่ว่า hand luggage so ว่า declare แล้วว่า just คุยหอยขวาน just อยากหอยขวานแล้วไอ้ขวานจะเป่าอีกตัวช้าแล้ว我一到上面嘅笨蛋接嚟啦，我嗱時講好短嘢話見你，我就叫笨蛋。我อยากเบะว่าอยาก過啊，我啲 M 會當食嘢，哇！嗰陣我啲 M 會當食嘢，我啲 M 會當食嘢啦。maybe 古日仲見未到零嘅數啊。Melbourne 都未了咯，咪講 Korea。阿龍啊，我朋友在到啲厝啊，到這邊美國。係 grow light 咯，係 grow light。伊係到啲厝，winter 嘅時就叫隻厝，summer 就係到啲外口嘅。誒，我 summer drop。我朋友在嗬，到阿根沙位嗬，伊個笨蛋哦無胖嘅咋？冇靈魂嘅笨蛋，冇靈魂嘅。無胖阿佬。啲 smell 嘅笨蛋。啲 fragrance，啲咖啡即係啲 smell。啲胖嘅。啲胖嘅 size，拖有關係，拖有關係。我係基本上就笨蛋無胖嘅。係咪幾細嗬？你空氣就真 moist， 你空氣若是講真大，伊袂在。你看啲 Malaysia 在笨蛋，為個啦是真淡嘅。成個冷冷嘅咧。你啊，你落雨了真濟水嘅，伊大邊壞。個咖喱肉真係艱苦在。對，我本是頭嘅咖喱肉，本是在袂壞。在袂壞。我頭嘅，我係啲 plastic 嘅罐，我係你 tissue paper， 係水，係你。plastic 籠白起來，係還水啦。我做兩三道啦，袂滑就是袂滑。特別伊有賣哦，我去巴剎看，伊一張咖喱肉，安尼款大張啊，50塊澳洲鐳嘅可憐大。哇啦！哎，安怎賣？我朋友有互我一張過，你咖喱肉，特別我看病時，咖喱肉死去啦，伊有甲我講過咗。你咖喱肉啊，because 個人仔真濟嘛，人啲厝。講啦，伊肉伊生 baby 嘅時，right， 人嘛是ban 你 baby， 伊人講啦，伊會見真正發死嘅，伊會見啊是斷咗淡薄，那就死啊。所以真濟人啊，伊人買互你 ban 伊 baby，because 若是你 ban 伊 baby 嘅時，伊嘛會 root 掉傷啊，伊嘛會死。所以若是講會知 ，right， 伊人。usually sa okay 伊 baby 直直生嘛，伊特別
生個正濟遠是一個好魯班。這邊 Toronto 我捌看過人賣，特別伊甲你講伊啲厝生啦，伊叫你去 meet 到 subway station，你可以攞甲你伊嚟20塊咁。咁邊度啊？你講，咁邊俾我嚟講 ？Do you have the stuff? Yes，咖喱肉。啊，係咪 subway station 啦、law 啦、link 啦，係咪貴 Spadina station？你去 meet 伊馬路，有嚟賣10塊，有嚟賣20塊，伊翕小影啦，佢Gigi，細細張呢款。啊，我唔捌，我甲迄個另外店即邊嘅人，另外店王家，我甲伊講我愛迄個張，伊叫我買迄個肉，我講我買，我愛伊張，我愛伊味，我自家bán個肉嚟味。迄個肉呢哈？一包細包安尼款大包嘅咖喱肉啊，愛3塊半澳洲鐳哦。是啦。可能我賣，即邊嘅另外店甲了賣迄個，伊係啲迄個算毒嘅位。伊講我講做咩事來在？伊講你買啦，我講唔是，我自家家己bán嚟味。真係艱苦 ！Oh my god， 咖喱肉嘅班單是第一重要嘅，特別第一艱苦整嘅。伊條愛成個 humid environment，伊是 tropical plant 啊，所以特條你條做成個一個 glass house 才大。我係 parsley 嘅，就成個 wheat 啊，你看落蔗啊，control 唔到。係咩嘅？成個 wheat 嘅蔗。parsley。哦。伊隻蔗。parsley 人叫做咩嚇？福建話。我唔知咩物件。parsley。我覺得在是關嘅咯。阿莫安水是 parsley 啊。啊，我諗叫阿莫安水。安水是 coriander 嘛，然後 parsley 是一香嘅款嘅。啊，伊條差唔多香款就。有時就覺得出名啊嘛。有隻歌是叫 parsley 嘅咩 ？Rosemary and thyme。係咪歌嚟？我隻古嘅歌。哦。啊，我咪若是講成個只茶米粉嘅可能，伊到新加坡嘛，無講只會嘛。你有係咪物件是對馬來西亞去辦嘅哦？你會？米咯。哦。伊是個甜嘅，伊是個甜嘅米咯。新加坡嘅米都無相嚇。無相。哦。用飯咩？嚇？係嘅。面是燉波呀。啊，燉波呀，自己做嗎？燉波呀，我這邊買榴蓮自己做嗎？面半啲嚟。榴蓮是到新加坡買嘅啊。啊，新加坡買。誒，我第一好嘅榴蓮就是去新加坡嘅啦。我上個是茶米是你自助飯對來。啊，自助飯都認定自助飯本時買對來。以後買10個包。我你 hand carry 條，你係到啲聖湯嘅嗰條。嚇冇啦，我頭接嚟幾隻啊。有咩有乜啊？飲進到啲嚟啊，係啦。隻煙哦。你食幾日？你嗰陣時咪食幾日？我小 freezer 慢慢食啦。哦，哇！你其實吹嚟食嘅啦，愛食是。愛食是嘅就係吹。會打閒嘅啦。我朋友們成日變靚人啦，結，我未使 microwave 佢哋自助飯落籠，佢哋 steam 嘅，steam 喺度上嘅。你劇過嗰啲叫 separately 包啦。啊。一大隻，你打包一大隻是 separately 包嘅嘛？哦。我見你會俾個包咧。你問咧韓國。你會接個，啊啲未接。不過自助飯都真未接。 fresh food 咩？呢是 fresh 嘅。爸未接呢啊。哦。自助飯，我自己食唔記得。新加坡我係明白啦，新加坡唔是啊，即是茶米粉一人嘅款就真，即係人本身嚟款嚟去新加坡接新加坡時，我係朋友嘢啊，茶粿條叻沙阿什叻沙本嚟嘅。哎呦啦，個一件接咩阿什叻沙？一件嗬，伊是 carry 特別一件，伊係到啲一關時咧做特別嗬，白起來咧是伊度係生。你到啲嘢，伊唔是 freeze， 伊就係可以 chill 咯。特別伊是銀行夾掉咯，特別伊一隻對起就食咧啦，伊冇燒啦。伊就對起，because 伊下啲之外，咁啦到啲新加坡嘛，所以對邊個是俾上固定嘅即係自助飯加叻沙
買貴上對去一上啊整湯然後掠掉，特別是 carry on 啊，會使嘅話，這是 legal 啊，唔是 illegal 嘅。Actually prepared food Ah. is legal 誒。爸爸，對嗰時我上到去買貴先哦，packing 平平你50條。哦，我是啊，特別我無明做點啊，嗰邊你冇講，我無明點就，因為我先正我頂住我開房，我全世界講。我先正29名，我去中國嘛，去中國食飯佚佗嘛。後來我被去山頭買粿條咗，特別南西人講佢哋粿條，我咬啲你未食嘅喎，因為會臭氣嘅，你講啊，臭水嚇，啊，伊會臭水，特別安尼粿條未使係 freezer 嘅咩？特別這種粿使係 freezer。特別我就是講啦，你著吹，你袂使夾來。microwave， 你著 defrost 了啊吹。你咪夾 ice block 去，你咪夾 ice block 去低咯。Actually 會啊，because 你寫文去類為是只見嘅嘛係啊。大膽整架嘅咯。會啦會，特別你幾包嘅時，伊個包伊做時是做啊上面。一包是，我咧做是冷嘅，我唔是要俾粿條湯嗰種，我是要俾粿條。哦，你講係俾 ingredient 啦，誒咯誒，你使 freeze，你係係 ice pack 嘅上面咯。粿條湯，我是俾粿條對你家己煮嘅咋。啊 ，ice pack。你炒呀？你出零啦，零。拜拜啊，韓，拜拜。你炒啦，安 OK，應該是 OK。你那是 dry 特別，但是講你 dry 咧，嗬，要夠煮要嚇，伊會超水。我唔是俾粿條湯，我是俾粿條呢，粿條米嘅粿條。Sorry，我諗 misunderstand。Out of the factory。哦，你食啲啦，你歡喜啦，只得耶。唔要緊啊，轉到可以夾可以 try 啦，炒我諗唔係誒佢知仔啊，是本啊嘛，這種嘅。湖南人你俾聲可以去做，好似知過嘅。可以做啊，更多嘢啊嘛，那就係炒嘅，嗰時掉靚哦，嗱我諗咪就係。掉靚別掉靚啦，我是見可能掉靚嚇。別掉靚，別掉靚，南西別掉靚。你係啲成嘅，所以 frozen，你喺度借飛機嘅時，伊嘅 cargo 是正冷嘅嘛，所以應該有。你特別你拍算對佢嘅時是會知道，你是伊是一 portion 包是，啊是貴部嚇。有時我想到講啊，你實對嚟 separate 兩個嚟 freeze 啊，我見 separate 係好事情，我直接hand掉，應該是山頭時我見 separate 係好事情。會使，安尼講個誒，你愛嚟講你咪是計較嚟講，你咪是俾佢我話咯，我講嘢咯。你若是愛，你會使係迄個 vacuum bag，是咪一包起來啊，燒起來啦，唔係講 vacuum bag 本好啦，一包燒起來，係只去 ，because vacuum bag 後你係 freezer 伊個未成，主要 frostbite because 伊 change 粿條嘅 texture 會換的。你若是講 freeze 誒，你無 vacuum seal 誒粿條，我成個 expert 呢，你無 vacuum seal 誒粉啊，啊就種米脆嘅物件嗬，若是講伊嘅內面。有 frostbite 一下，要結霜嘅嗬，伊會做下，伊會骨頭，伊會粿條搓去嘅。伊 texture 無呢骨去，伊會成個伊會 ice crystal 會做搓去。所以若是講你會 vacuum seal 嚟講，因為你家己 bag 本好嗬，你 vacuum seal 一包起來，頂伊會打很較久個。啊咪伊袂傷着伊會，你會 freeze 較久咯。特別你知啦，阿龍是無糊有蝦，滿是 OK 咧啦。如果是 even though 伊 texture 無講。perfect 咯，就係攞 fresh 食，冇是較好過冇咯。叫咩？叫 pack 啦嚇，特別 vacuum pack。travel 嘅啊，或者 travel size，你去中國買有可能較便宜。冇，我是講你先正是，我即邊邊都盡量冇貴嚇，應該先正是。伊有 travel 嘅龍 ，travel bag 嘅 vacuum seal 較細。我去吹啫，我講我邊嗰時山頭人，伊講買粿條你是。伊會使成俾互我本，先正。特別伊是講吼，你會曉對伊會食咩？伊講袂歹伊啊，因為我本伊袂曉。就係成都，伊是成俾互我成本。若是你買真正 fresh 嘅時候，你個無你個吹出來嘅嗬，可能接成都。嚇，特別樣若是伊是 commercial 嘅嗬，人去店會買咧，已經是零嘅嗬，伊應該是會燒嘅。OK。不要緊，計住佢節攞佢節，還是去 clubhouse 時嚟屌我個妹妹。粿條是人嘅 main food 嚟度，山頭人。像比迄個叫咩啊？飯啊，
骨架是免付的咯。哦，我最近我感覺到啊，咩成日種 chat 咪 WhatsApp 嚟啊，我感覺到我聽到pandemic 嘅時候，我嚟美國安尼幾年啊，我唔捌小隻半過你知道？pandemic 就紅磡30倍哦，當今啊，差唔多50倍啊，個嘅淡薄兩個月就係50倍啊。我變咗小隻貴條，你咪叫米啊，貴條小隻，特別我都學我經下米粉啊、米啦，係咪物件我自家隻誒，兩項物件貴條加大板。女骨骨，然後你物件我就是個隻。係你貴條看過燙過嘅可以貴。貴條大板即兩項物件，成講貴條湯炒貴條，沙河粉了個滑蛋河，還是迄個好啲安尼，我哋米嘅做誒粉我就是個隻。特別是貴條，米粉我唔是個，就錯。我細漢本暑假食貴條加馬路誒。貴雜咧？我食細漢，貴雜，冇。阿咪我暑假食貴雜本啊，因為是個貴就特別，我見咗嗰種伊 texture 都講成貴雜嘅 texture 我是個。米台北咯，米台北嗰時。特別冇米台北上教。可能我浪同伊講嘅，浪同伊講嘅物件，嗰是山頭嘅物件。我知。我早期我就會食最 original 嘅啊。你背對山頭。背對咩？咪是多時候問背對啊，所以你問條。我山頭我是坐火車去嘅，我是火車去直接呢。特別都坐火車係着等嘅。我就是會笑，我就是會看。阿龍，你對嚟時，新疆對嚟時候，咱嗰一道錄音就是講新疆貴人錄音，唔是我俾你講講山頭嘅經驗、風景啊，即係物件嘅了。我記得，你講邊兩隻有關係嗎？我記得是啦，我可能怪人 original 嘅貴條湯成就款呢。參古百貴條，你兩啲山頭裏邊，啲山頭地老已經百幾歲嘅貴條湯。我朋友時，你咪佢 clubhouse 咯，佢 clubhouse live。我唔知會冇啦 ，because 中國嘛，我對 try 下啦，我 make sure 我因為你 VPN 㗎啦。你咪去 clubhouse，等來嘅 clubhouse，冇，人哋 network 就係咁樣嘅。OK， 等陣各位等我就注意賣青呢賣青，即係你 juice 冇嚟嘅，係呐，juice 點樣咯？有拿到啲，其他嘢是冇起來，即係別使講你講要辦係咪會？到底我要賣青，那些你是你本地嘛？你想會俾外國會買物件，對嗱是你免人款安尼換算。你還酸啊！你還酸。我講啊，成日我未掉啊！還酸。我想講掉，我想唔掉，我想唔知下面嘅。我講啊，你還酸係。伊應該有淡薄經驗，because 伊紅啲外國對。嚟咦，白青唔係冇開喎，是坤呀。白青是咁打呀，白青是咁打掉。白青坤呀，佢點啊就？冇啦，usually冇你暗坤咧，冇你真坤咧。暗公蕉嚟。嗱，今日即係單對嚟成單對嚟，毛蘑菇定得只字面嘅講，毛蘑菇你去食項目嘅十倍嘅還招期嘅嘛，所以咧佢按照辦去，毛蘑菇都出國去買咩啊？係咩嘢？買啲啊，嗰啲。伊買瓜哩啊！我也買去嘅。我也買去，對嚟 return 我也會對嚟啦，也三部分對嚟啦。所以嚟講下，你出國是買咩去？出接國是買咩對？出國嗰時也含做驚去，也加多去。外國冇加多呀？冇辦法方便嘛，是頭 on the spot 加嘛。到啲飛機都會加啦，咁啊，然後導遊咯，係咯，但是又導遊咯，也比咯。你買咩導遊特別嘅？家己拍嘅，你有攝落嘅啊，係咪？導遊也浪地咩？也出去啦，係啦，也出去啦，細包啦嘛。或者細包導遊是咩？成個講你貼啦，可以出來。清啊，
冇啦，當然有出人嗰啲俾幾盤嘅，啲鹹椒嘅北京啊，哦，當然方便了呢，落啦，細包呢，我攞呢貼，上個人去食你 KFC，時候你換 chili sauce，你看貼啊 chili sauce 啊。哦唔，係你唔是，係你是 chili sauce 呢。哦，你安怎啊？導遊是安怎啊？頭頂 zip 落啦，細粒 mini，了，你自己裝落去，你冇 zip 起來咯。哦。哈！你未爆炸咧，導遊佢就是自己嘅了啊！哎呦，我哋笑掉。你 pressure 就出來嘅時候，我安怎你胖一個 bag 裏面我三個啦哦。俾我唔發掉嘅。所以你自己包一包一包，這唔是無少。哎呦，這你冇計意個啊，你了。了 B 啦，你呀夾 B 你是背湯嘅時候，你特別夾都冇咁細看，咁細佢話俾你蝦掉。豬咧，你會夾自己嘅 rice cooker 去？冇啊，呢邊都有 rice cooker 嘛，我都冇嘢自己愛自己煮啦。我哋阿莫做嘅是用為煮啦。阿莫嘅是冇，都冇辦法啊！你去到白位。你去到 Paris， 伊會半個啦，愛清嘅啦，愛清嘅啦。哦，我想講做乜嘢清成路嘅，叫咩事？愛清嘅啦，愛賣嘅咋，你100 gram 玻璃咋？哦，你酸買酸，你可能唔是講買一大包咧。冇一曲也清成間啊！我意思講，你睇我去 Paris 啊？baby 啊，特別清嘅仔哦，特別是講夾清嘅店咪幾條依家未好路，清啊，清。你問我冇講，他們屬於就會夾家己比，你是驚喺 supermarket 冇賣，你比較是貴。哦，我頂8年呢，我頂有賣。哦，對，mana有賣上比，mana有賣人比。哦，對。啊，你嚟Canada路面夾，我諗這邊有上比嘅。啊，這邊冇免，我諗邊有上比，我諗路啦。特別未必無浪嘅好啦，特別喂上比好誒，我買自控，甚至買2023年嘅新嘅 new crop 呀，只胖只女嘅。Costco 呀。誒冇啊，Costco 只一人我最近我看到只一人到啲 Costco 會買比喎。嚇，我本時我就是到 Costco 買嘛。我開始是去當人店買。我是食菇，甲買一包，你知我就話比。我自己一人，即係昂水兩人，甲 Bruce 未濟嘛，然後我買4包，比如話成個，梗係未貴心了咋？我就買，唔是講真正大包本啦，較大包淡薄都是只個有年無貴哦，是講冇咩胖氣哦，是只個。8磅嘅啦，你買你8磅嘅啊！我嗰陣時買12磅，啊20磅。哎呦，20磅了，我係真係 Costco 唔是呢大包嘅個了 ，Costco。冇啊，人係10磅，你個叫犀利我諗係10磅、8磅、10磅嗰啲。actually 我唔知是唔是20磅啦，我唔捌看過，我今日我再講幾多件呢？我諗係3 kg。3 kg 3 5 kg。咩啫啊？咁而 Costco 會咩冇啦？8 kilo 啦，8 kilo。我肯定有影時，我去看，因我燒掉。誒，哎呀，講到細特別啫，我開比嘅事啊，我特別要開頂面喺山喺頭咧得落嚟，我特別看 YouTube video，個只股，我別啦，關計。我未喎，我話啥事哦，我特別學起來隻 skill，我只個50歲啊，我個未，我特別看 YouTube 嘅樣子看，我冇咩準樣 YouTube 話冇人，我 actually 我是小笨嘅，但是講我就是正我學教嘅功夫啦，我再講就解嘢直接攞嚇，我特別做 YouTube 嘅 video，你 YouTube video 大嘅 video 我吹緊了，加了唔啊，要啊補嘢啦，嚇補你嚟你都補。他們唔使補啦，補個嚟嘅拍視格嘅啦，未曉解，你知哦？你嚟係 you will see you will know when you 補係咪 ？Of course I know 啦，特別話 I need to know how to get there before I 補嘛。哎呦！我做好多看先啦，我翕好多看先。你加啲嚟一串 right， 所以你攞位鋪嘛，你鋪一邊唔對，你咪鋪另外一邊呀咯。邊有咁好？我話啥？或者不要緊，或者咱若是拄到 meet in person 是咱去 baby 去頭。啊，毛菇你講你會教啊？你有頭有尾嘛？你未使教尾，你教頭。我知，但咱咪先啦，看我咪知頭尾，伊看起來個就多像咁，我特別有半。哦，像，哦，你明白咧，看未出哈。看未出。啊 ，OK， OK， 我去買一包米嘅時，有一個 string 嘅，我加翕好你看。嚇，
So OK，嚟講到對baby 加 baby 去出國，然後我有買邊啊，你看我嘅 profile 上頂次去日本買，這個樣嘅。得咯，多謝，等我俾啲啫。你會買日本米的啊？我買日本米本。OK。我嘅 profile picture。哇，類喵梗係好料咧，類喵。我想冇個哆啦 A 夢。哆啦 A 夢學學藤嘅嗰時。你快點喵！哇！喵來，這是你係啲嘢是而家真係走嚟搶鏡頭。這係真係搶鏡頭嘅，伊特登其實應搶鏡頭嘅，個出邊啊！伊問講哇，你看俾個字。冇，伊是對迄個哆啦 A 夢 pose，你看，伊喙開掉佢。是咯，開掉。哇！這是你而家只是扮佢啊！介紹一項，一個是蝦米，一個是蝦米，一個是蝦米。然後你俾咩咧講者？即係了只愛物件來較濟，我就少衫有買啦，了買無翕啦，即是了是只愛啦。了chocolate咯，chocolate 了豆油啦，番薯醬啊，有因為特咧國家嘅豆油番薯醬無咪香嘛，像泰國番薯醬本有，泰國番薯醬本好食，像印尼嘅白番薯醬本就好食嘅嘛，ABC 本就好食。是阿爸你買雞卵？雞卵啊？無啦，雞卵也無相嘅，真好食。雞卵。日本嘅有你是講？特你講嘅雞卵無相。雞卵無相。但雞卵是被接嘅啦，對，雞卵雞卵嘛。哎呀，蘑菇冇上，蘑菇頭邊啲伊林怕，所以唔制。對，對嚟是已經食咧，咁你講。下就諗到要學做款就趁食啊！我才識啊！嗰度冇抽煙啦冇。伊會使夾3-4條衫去旅行爾，特別伊袂使無夾米去嘅。你明白？我看伊嘅背吼，伊落去人吼，一人夾一個 hand luggage 爾，你知哦？特別伊去2禮拜，你我開伊 luggage 看，哇！老人落去，做咩有米佇內面嘅？我無衫咯，無衫是有米爾落只。你米是迄個，成日講你貴包未開嘅米，還是你個幾包？冇家己包，也攞路，攞包龍珠。OK，嗰個米一個咩？沙本番椒，香蕉咯，哪款物件咯？我冇估講都係晒沙本粉，Australia 來。即係拋，即係對來 returning，迄個是 returning。無像 return 呢個無像啊，袂講了。對，這是去嘅事呢。有時人去，我是成個23山來看本嘅，我是去嘅事呢是無買迄個I mean 我是空嘅，空 bag 因為重嘅 bag，我是行到啲我大 bag 嘅嘢，然後到啲大 bag 嘅位對個去下邊嘅時候我甲夾出來，對嘅時就變做有，我意思我是3卡啦。一卡是 carry on 一架對我去飛機嘛，然後 check in 是一卡，然後頭其實咪是中嘅係到啲大卡南邊都尖條去，然後對咁嚟說對來是咧，都是佢咧開起來啊，大卡滿係咯。但係個情況嘅pocket，咁樣個尖加雜呢個。哎呦，然後OK，南西你講你去日本是買物件上食物件了，咁咪要緊物件不特別，到底日本買物件係咩物件咧？食物件。特別啦，我暑假買迄個係咪公牛豬啊？迄個講公牛豬呢？特別愛買去日本，特別愛買，因為伊真正便宜，伊真正水，伊真正好，然後伊真正值得咯。就是這邊價賣可能500-600塊，迄邊價200塊、300塊就買到啦。上嘅你個真正水，因為伊學開刀嘅公牛豬真正，你夾對來煮湯是真正好哩。大咧，公牛豬大，公牛豬大，一包起來，可能成日特別滾湯用什麼物件，煮糜嘅。對，你去香港本時就買一個，你去中環，你去唔中環去上環買一個，上環就是買公牛豬啦，買一個煮湯嘅料，上加迄個咩無花果，油糊根本下了，迄個咩迄個 feet 啊 ，dry feet 啊，dry feet 伊是加拿大來嘅啦，嗰是美國來嘅啦，了當歸啦，有淡薄油仔河啲香港買。
係上環嗰邊㗎，上哈環街。咪是干鳥豬，伊是一個番 dry 薯醬 scallop dry scallop dry scallop。哦，scallop 其實就是叫剛剛是干鳥就是啦，會豬。會嘅。誒特別好，啊咱干了豬是跟他帶，咱個叫干了豬呢時候，你那是 fresh scallop 是叫做咩啊？唔知。誒上海嘛本是剛剛做無講，我哦，唔是，這都是帶哦，是咩？我特別講干了豬，我是想都是帶呢，特別干了豬會使是帶個是青本啊。應該是咯，唔是咩？我今日知你講，就我知是干了豬，佢就是講帶呢咯。我就是個剛剛做咯，我厝有隻隻。特別會使叫講個 Google 扮看嘢我 scallop 掠無球啊，按照入無票。你會叫？來阿龍介者干了豬，我都講你醃咗，嚇嚇，羹做羹嘅羹啦，係你醃啦，羹係了窯，喂，嘢你窯 IAU 窯係了豬咯，羹窯豬更有做都是 scallop， ，scallop 就特乾別無殼咧啦，一白出來一粒一粒咧啦。啊，一日誒，講油翅啦，你有談時湯有嘅嗎？特別特別我就是講，我觀聽我就係隻隻。特別咱講干了豬，講好話嚟講啦，咱講咱 examine 佢。講油翅。講了豬特講了豬特別，那是你是用你要食 fresh scallop，你咪叫講了豬？唔是。嚇叫咩？講油翅嗰另外一個名叫乾貝。干貝because 我同你講，啊，干貝我知，干貝我知貝嚇。對 because 干貝都是迄個上物件嚟做，所以大又好淡又好，本事嗰啲干貝做同人 Mandarin 我是講。啊，特別講好話半咯呢？帶子是 fresh 嘅。帶子是 fresh 嘅，了帶了就乾貝，嗰是講油翅。哦，講上嘅咯，你本身講油翅。我不聽過帶子，啲馬來西亞我不聽過帶子。打咩咯？啊，我愛咯就帶子咯，啊唔打咪叫帶子咯。阿龍我唔知講福建話人其實有半咯。我唔知喎。因為到底馬來西亞咧，我是食少食青嘅干了豬嘅。有啦，我知道有帶子。冇細漢嘅時，其實你細漢時其實不去食去干了豬食。當今 modern 嘅，I mean 即個你想你講70幾年代、60幾年代時，冇食青嘅。冇。所以啊，都是講未必咱無講。咱較濟講干了豬，意思就是迄個單干了豬嚇。講到辦會頭家來啊，即就使。你講迄個 B 嗬，我人嘅 B 是袂使寄出去，本袂使俾上直接來，人知哦。嚇唔知喎？唔知。B 是有，我人嘅 B 是袂使寄出去上直嘅。了本袂使講啊，買嗬本袂使買超過個，唔知一 K 袂使超過500 gram 嘅，阮買一來本好。了阮寄出去本好袂使超過500 gram 嘅。安尼啊，還沒數啊，這是人嘅攞啊。B 是 control item 來，即個世界都上嘅 control item 來。哦。你毛毛菇是不要緊，係無驚，係是驚隻狗呢？伊無500 gram 嘅你知嘛？哦 ，OK，伊是驚你寄出去賣啊，頂。對，我人嘅 B 是袂使寄出去，互人袂使寄出去賣，因為我無夠食本嚟。我唔賣，我 export 咧。了頭晚你講下咩？哦，對，干了豬裝在就使你是唔是在講干了豬甲蛋甲蛋嘅分別？你會曉？干了豬呢個嚇，來，黐嘅叫干，黐嘅冇黐嘅嘛叫。干了條 stump 啦，叫 scallop 咯。Ini budak ni celaka betul. Cái我有唔制錢嘅叫佢咩？因為我叫干膠豬還是干貝是大嘛，嗰時係 dry scallop。嗰 scallop 是叫做咪是斯卡納，特別斯卡納，特別嗬，that means 是講你是唔是那款小文就使，你是唔是講 when 你講干了豬，你是頭是小到是大？對。哦，阿龍 research 看咱干膠豬是冇喎，大嘛？小英干了是大家蛋本是叫上面嘅，一模半喎。因為有可能是安尼，人少食，人大旺老人大漢嘅是無少食青嘅，所以人是干那想到大呢。其實伊是兩行本會使有可能。有可能咯。日本人叫圓杯啦，圓杯。上面嘅
就是上面呀。干杯嘅原杯干要煮上面嘢嚟，上一個意思嚟嘅。干杯、原杯加干料煮上。我愛講誒，醬油煮，佢哋煮嚟。醬油嗰隻我煮嘅使。佢哋煮是一個，佢哋是一時 scallop 嚟，佢哋粒物件，所以是叫做佢哋。木質盤這裡煮的那種。哦，一時一。買梅花呢？哈哈，對啊，毛毛菇煮只裝破嚟。冇，面試啊，講多數開 pattern。你問我啦，多數開，哇，毛毛菇多數開，哇，後面成叉嚟，毛毛菇。唔是外省啦，就我冇聽過，是我冇聽過，但我唔知講伊 pronunciation，還是阿龍講嘅 spelling 對唔對？伊是我諗是叫白帶子嘛，唔係唔是自白心，白帶子。OK， 我諗叫白多。白多啊！安叫白咧，一個帶子掉啦，即係白咧。係咪白色嗎？白色誒，一車你唔是煮食一個白白啊？不，伊 from the shell， 伊有一個 skirt 冚掉伊爾誒，所以 normally 是 remove 掉伊個 skirt 就是伊個中嘅白，咧我諗叫就是白大子，嚇白帶子嚇，白大咯嚇，白大子 OK。แล้วสิเดี๋ยวอังสิ其實是成個含卡嘅物件，咁了มัน是有成個係 scallop muscle 嘛，伊是動好隻物件啊，有咧是含唔係含成個含白較大，咱是食伊白，特別 scallop 咧是多好冰，咱唔是食白，咱是食伊 muscle Q 伊掛即係物件，係食 muscle 就是 scallop， 伊什麼吹斷？伊嘛說吉散嘛，講係吹斷啊你。冇，伊個吹斷是伊個 skirt 買個 skirt，係兩冇接本嘅，你記住。對，伊 skirt 是另外邊，伊 skirt 另外邊嚇。誒特別攞，所以你是講咩白大啦？你是講你叫白大。嚇，白大子嚇。白大子哦。OK， hopefully 是對啦嚇。白大，我覺得是白大是對嘅，白大是對嘅物件嚟嘅。哇！我操！點寫白大咧？本是查某字牌裏邊嘅。啊，對，就想講白講臭啊！白咩意思？係咪我唔使諗講咩？唔使啦。查某字牌裏出咗啲白色嘅入啊。哦，嗰是 vaginal yeast 啊，是叫做白大。啊，紫晒。呀，咪講芝士啦，喲！我冇個日版。嗰個吉利呢冇冇人喺嗰邊對面咧，係講芝士。係咩物件啊？未使講。我講查某來，特別伊唔是白大，伊是白帶。白帶。哦。記住你，唔是芝士。你按照你拎個出去我考慮做咩？我做 grocery 啦 ，pick up 我 grocery 啦。哦。我甲你講，你蘑菇是用是用 BM 嘅福建話，所以是白大嘛，但你變雞上嘅。天氣，又驚咯，感謝 ，OK， 啷你跟你多少卡 ？OK， 見之冇對 condemn，OK， 感謝。咩事？你睇見俾你白大啦？咩啊？剛要煮哦，剛要煮我香港買飯機，去日本買飯機咯。對，但係南西就是講咯，去日本嘅時去辦干了煮，買干了煮回。然後你們是只搞出國辦回嘛？你去日本會買你西邊點樣？喺你在買嘛？你冇來事啊！我已經同你講你啊，我知你只搞嗰邊數，所以你講就你去係咪國家買係咪播係咪邊點樣？你去日本地好買啦，日本誒係你薄面嘅啦，死嘅啦，係咪嘅啦？日本地好買咧。你介紹我用嘅嘛？係你叫咩啊？sunblock 嚇，係咪啊？唔知咩阿米娜係咪啊？冇阿沙希唔是，唔知咩一隻 A 咩嚇？Anastasia 係咪咩物件？Anessa，哈哈，對 Anessa。阿沙希是酒啊 ，sorry， Anessa， 我當然個用掉啊，點解對面兩個時有 discount， 所以俾攞罐，但我開第二罐啊，冇錄噶。
或者我去日本嘅時騎兵俾人介夾班機嗬。班機冇。OK， 嚟了個邊接去西邊你咪叫去，就是買馬蘇啊，假如買mask 啦，買薄面嘅啦，買細面嘅啦，買 shampoo， 買body shampoo 啦。哦，你日本節冇乜是日本節嘅啊去？啊冇吧，即幫較直接上地啊，上地。哦，上地嚇，我即放較直接上地。哎呀，就使哦。Juice 起來啊 ，Juice，來位妹 Juice， 我是講我是想到辦會咧，我是想到就使啦。特別 Juice suggest 隻話題 ，Juice 你那是去New Zealand 是對馬來西亞是你會辦咩會 ？Hello，各位人好。去 New Zealand 特別辦馬努加哈尼掉。對，特別馬努加哈尼啊，你唔行啊，買條對學嘢啊。哦，我也真係對意咯。哦，我差不多有20厘，叫20厘啊，叫厘啊。罐啊？你是一罐咧啊？20罐加加啦嚇，500 gram 嘅。只有500 gram 多啊？500 gram 啊？10 kilo 啊？特別我定，就使我隻驢嘅嘛，我隻驢係一罐是多幾 gram？佢哋是750 gram。喲，你500 gram 真係多了咯。對，佢哋500 gram 貴。要搬冇上即係 grading 嘅嘢嚇，要 UMF factor 冇上。老萬講啊，這主要是別胖嚟啊，別胖。主要是唔是別胖？是別胖哦。我是別胖啊，就是你看，意思馬路加別胖嚟意思。แล้วรู้ไหมอามีรู้ตัวเองอามีสุดท้าย great area ตัวนี้ quality 150是真細，這個是第四罐，我吹掉是250第四罐呀。因為真貴，it depends on 你買樣 factor 嚟講，你罐嚟講，譬如講你買20入個嗰啲，係你較貴嘅啲，就是較細罐咯。還是講你買 normal 嗰啲無樣 factor，還是5樣 factor 嗰啲，係你是 daily consumption 嗰啲，但係只係呢種大罐嘅500 gram。哦。OK。แล้ว講是係你對新西蘭背對嚟啲野生人嗰啲，樣是比普通嘅，係你 daily consumption 嘅，因為你好多罐好看嘛，生人。哦，你咧比胖咧，你買是比係咪 great 嘅？我係咪 great 有咯 ，and then 我有 not only 馬努加，我個也對別行關嘅 local 嘅係你係你也對數。馬努加是係咪做？What is the difference 啊？係咪數叫是？伊是伊比胖無相加，還是伊係你無相？係咪數？唔是比胖無相，伊誒係你長啊。哦，對，伊長無相。伊所在有只啲長，所以馬努加係長嚇。馬努加對。哦，伊花粉好啦，就是講伊。伊花粉咯，唔知是伊人即個 scientist 講嘅，我唔知啊。了，我個買真正濟唔加對咯，我當今個買真正濟 chocolate 對厝，安尼看，我買差不多買。做咩事？New Zealand 出 chocolate 啊？樣個叫 production 啊 chocolate。這邊加Australia， 這邊加 New Zealand 加 Australia。哦，嗰伊就在kakao 誒 plantation 哦。唔是。哦，伊 process。哦，伊 import 特別人做 high quality 嘅 chocolate production， 哦，明白。小龍這邊嘅 Cadbury 加 Malaysia 嘅 Cadbury 嘅 taste 不相嘅。哦。這邊較好食。哦，係因為數下伊嘅 quality 係關就係個伊嘅 fat 伊嘅 high。cocoa butter 嘅啫哦。冇伊古靈。哦，古靈。also yes。Because 你一隻會炒 and then 你會炒會所在 nutrient 無相，所以伊古靈出來無相，所以伊 chocolate 無相。That's why Switzerland 啦、UK 啦、Australia、伊唔是 cocoa butter， 就是伊嘅 dairy 嘅數，伊嘅古靈。冇特別 cocoa butter 嘅 ratio 是最 important 嘅做 chocolate。特別我是講到啲 New Zealand， 我成 New Zealand 都冇製 cocoa 嘛，冇特別 Switzerland 冇製 cocoa 嘛。
无特别来 recipe 伊人有 quality control 嘛 ，because 只济位咧啊遐，伊 cocoa butter 真正少呢 ，because cocoa butter 真正贵，你知哦哈哈，and then 你知啦，伊人下下咧，you know filler and material 啥个 wax yeah，所以伊 chocolate 的味素是无相啊，的，敢若只because 只啲呢， chocolate 嗯，你爱下咧 cocoa butter，下咧 cocoa butter 贵แล้วตอนที่ ，that's the New reason。 Zealand New Zealand โอเค so เบก็ช็อกโกแลตตัวนี้แล้วก็มีก็出名 New Zealand เบตัวนี้มีแก什么？淡薄 supplement 咯，俾我俾講 fish 呢， oil 咯，อ๋อ我俾講呢，忘記Australia 嘅澳洲就是佢辦 supplement 呢。อ๋อเดี๋ยวแต่มาอาหารหนู講มันsupplement 是我在講嘢一個唔知咩咧，伊叫咩 omega 咩啦，冇依 brand 依 brand 出名嘅嘛。哦，但係講是 brand 係咩啊？但係就講就咪 Five Guys 冇嗰啲是 burger แต่มาอาหารหนู講到啫，特別New Zealand 又唔是要出 black 係咪先 black horse 啊 black moss black moss black more so 特別bị phăng nuôi túi khi mà lấy xe thì đấy lúc về bàn mới hồi bây giờ mới hồi túi đó cái cái mùi 你講 from 檳城對去呀這邊對我是甲這呀迄個咖啡咯，甲就是呀咖啡啊，咖啡是咩 3 in 1咖啡甲這2 in 1 2 in 1是意思無係糖啊嘛係糖對啊咱black 咖啡哦黑咖啡咖啡哦安尼講了淡薄食啥物就是啥講煮食的物件啥煮咖喱的物件來啥講咖喱雞的迄個醬哦醬啊哦醬啊哦是人巴淡嘅啦對人巴一包人巴安尼款咯特別伊是 shelf stable 咧特別伊是燒起來你看隻 sachet 呢你成個隻叫咩是叫 sachet 未芳你嘅新西蘭有啥個澳洲人安尼嘢冇嘅只唔嘅是被 declare 嘅就係人冇掉了這邊真正這邊袂使呀當然係這邊哦像白物件eggs product 袂使呀當然小箱啦像個 Australia 呢小箱安尼款咯แล้วรำปาแล้วโกปี人巴了迄個叫啥物啥淡迄個叫咩迄個啥淡本的迄個餅豆沙餅豆沙餅對豆沙餅搞豆沙餅咩大嫂咧有咩大嫂甲了安尼款物件對住鹹糊會笑無我鹹糊家己有也對來啦鹹糊你自己嗨也好我家己鹹糊啊我家己嘅鹹糊แล้ว你okay so 俾餅係你使嘅啦係你 because 你俾是講係你餅裡面買有係你 egg product 咯哦但講是你俾呀係你丁菇想講有啲人俾啲對滿吉嗬滿吉裡面俾曬有係你 egg yolk 咯哦俾曬有內鹼哦對小香甲這真正這國家本是小香啩唔知OK แล้วอันนี้咯甲這是食物件啦食物件對厝咯แล้ว做咩事你想到這個話題咧定係咱講要做咩話題先你講要做但今日因為我係 back 嗬小濟物件唔知邊做下咯你是當今要對過成只下我對厝要對對厝嘅是要做成只咯你講一想到這 topic 你都當見啲 back 掉了แล้วไปขอไปแก้ตัว唔知做下對咯接上啊 ship 轉嚟啊嘛你 Malaysia Airline 當今嗬你呀 Malaysia Airline Star 我冇呀別哩 Airline 用 Malaysia Airline 我係 back 袂使下30 kg 了咯特別係23 kg 呢一個 back 啦所以我特別分開真係空空你我大 back 嗬真 long 空你知無because 係大數所以大我講聽咯你咪是當物件第4 back แล้ว
對，咱 spread 咯，我特別本身嚟看嘅，我本是 logo，我對馬來西亞時我係揀較濟，特別我到啲 logo 時我未揀得濟嘛，所以我前後是前，我特別 back 時我 back 第一檔嘅物件，入去第四卡先，一大卡生生嘅物件。是咯，特別很做。頂到是咩？頂到是多多嚟，還是看？還是當今是一卡入三，還是頂到一卡30？頂到是。Malaysia Airline 定估率實係夠30字咯，30字嚇。แล้ว當今因 last year 起應該是個是伊 rules 淡薄 change 啦，so only 23 kg 地借呢啦。特別我要係個25、28啊，差唔知啊。你安怎會買？你去 airport 是叫你寄出來。我唔知啦，New Zealand 我唔知安怎啦。等住我嘅 cousin， 我嘅 nephew 去 New Zealand 時講 local flight 時就冇差別冇借，特別你出國我唔知有借啦。這邊未使咗，這邊你借貴呢，一轉出 ，because 我個叫隻錢嘅嘛，一轉呢，你是貴淡薄 0.2、0.1，甚至是把就冚掉。你貴 0.2 嚇，一個你寄出來 something 寄出來，冇得揸數。哦，差，我係20哦。我覺得假如你笑你卡嚟起來，係咪嘅？誒咩？係你都因時嗬，伊咪是徛到你徛到。你想我是上帝啊？真嘅開錢你解好啫啊！你上帝簽不多呀？廿卡攤了，伊講廿卡攤，伊拉幾出嚇喺滾。咩啊？你滾就冇得咩啊？我同你講。你 pack 嘅咯，當你講上當嚟講，你個 hand carry 貴 ，hand carry 冇錢。嚇 hand carry 掉，特別 hand carry 咧，嚇你就未使貴咯，未使用 liquid 嘛，掉落做嘢嘅。แล้ว你當咯，你係你當。10路嘅時候10路。掉咯。誒，有冇講笑咯？依樣是有錢嘅咯。前年是水路 ，because 像做咩事當金半啊，伊就是賺咗路嘢都貴精嘅，賺就嘅揸數只貴嘢到啲咧。冇 hand carry 嗰隻冇錢路。因為講聽一打我條錢 hand carry 是到路呀，都是 Asia 咯，咪掉咯。唔是。budget airline 到啲 US 會去EVA Air，一樣。EVA Singapore Airlines，maybe Singapore Airlines。before 我做 business class 時，伊人。你在 cabin 你是唔知幾啊7 kilo 什麼只啊 cabin 嘅冷，伊啊夾你錢來啊，你借到啲單又嘅頭整嚟錢路啊，對唔對？哈，我丟啊，到底唔知寫多是多，咩是 EVA 是Singapore Airlines 未記啊？我丟幾本啊？哈，是唔是？伊是唔是嚟你 Gate area 頭整錢嘅？一看路嘅，看嗰一仔嗰你白落上，我。真正重嘛？你看知，你看你會知，而家是夾個嚟重嘅，款係對錢都知。嘢咁嚟錢啊！我死咯，安個。你未記我到底我對時走嘅時候，我們是條 white carry on，我有買 extra carry on 個，所以特別我就驚講嘢嚟錢我上面，所以特別我夾我 bag 是我 backpack 入面就借你電器咧落衣物件，所以特別我夾時候，特別 Apple 時我夾嘅時候就錢啊，你講是大嘅，我夾起來是成日得錢啊咧，是錢嚇，就做錢嘅關係。I tips 埋。係咪下 tips？OK， 冇冇。拖你 luggage 是啲，I mean 講到 GP 那邊啦嚇，你 try to 用自己 finger 拖。即係家裡就講啦，嚇自己家裡。冇論你，因為實上看你嘅。所以你自己家裡人都冇啦，實講你。你自己家裡拖冇是 show that 有你嘅 luggage 錢啊輕咯，你免用自己家裡 grab 掉伊咯。我係 backpack 啊，我係 backpack 嗰啲。哦，你是 backpack 啦，我你冇騎到水水咯。你 backpack 咪見我哋就呢樣見有咯，見我就呢見有咯。阿波就 make sure 你 shoulder 梗係見啊！我叫我夾起來嘅時候，我未使，等到我你在當時 backpack 你夾起來就俾呢掉伊就係嘛。我夾起來時我未，我就俾用我 bicep straight 嘅夾起來，成隻見啊！做成 Superman 嚟啊 ！OK， 趙西，你係出係咪？你講上地當然最近是被辦洗面物件，冇 shampoo，冇 body shampoo 咯，body shampoo 咯。
body shampoo 做咩出得三地咩咧？因為 body shampoo 就地出咗隻嗬，咁啊 for men only 嘅body shampoo。你是啊？咩意思？做咩說 men 就係寫你配個教啊？什麼？冇一鼻花胖嘅嘛？哦，依個 masculine 鼻嚟個大波嘅鼻係咩鼻啊 ？Actually， 個 wood 個係個按照講下大波嘅鼻， flower 鼻，一本哦 ，OK， 依是笨蛋咧，佢那曉嘅鼻，笨蛋咧，茶嘅鼻。譬如講嘢大漢個啦，你成古本嘅草啊，然後要 perfume 啊，陣間古真啦，用嘅係啲 parrot 啫啊，英國嘅，英國嘅車食嘅。我即幫一出咗這種啊，即幫我見到時我冇諗就這對嚟。係一個諗過有嘢。哦，你是講到啲香地啊？個車個硬，到香地有賣啲冇香嘅 flavour 嘅英國沙本啊。咱這邊冇有，但比較細粒，然後咱啲泰國買較大粒嘅啫，伊是四粒白嘅。上第一個有body shampoo 了，伊唔是干那一滴沙本。啊對，我冇得胖喎，伊冇得胖，冇得刺激。上地我 suka sandalwood 嘅沙本。sandalwood 咪寫也香呢？哈，伊成日咱你韓國較貴嘅香，我哋未胖嘅。可能係叫做咧 sandalwood 嘅咧絲，我記，啊，過去幫人事件，你絲是一旁嘅味出來嘅爽嘅。對，你搞 N 呢？係咪抓阿龍啊？冇估。一個 arrow 成日抓，款呢一個哦。哦，飄。你啦。係你飄咧，有出沙本呢。prickly heat 嘅。哦。有出沙本呢，有啊，你有。แล้วนี่ซาบุนมันสิเสียลิงๆไงฮะแล้วก็ไอ้เบ้ให้มีกี่จ้าก็ไอ้เบ้ชุกิโก้ซัมเดย์จะสุดเนี่ยว่าใจตามมองนำเส้นมันสิ講ที่ซัมเดย์บ่คิด用日本เบ้ชุกิโก้日本เบ้日本เนี่ยซัมเดย์เบ้ซัมเดย์แบรนด์บ่像แบรนด์บ่像國家เบ้บ่像เนี่ย即係有紅色有白色嘅叫咩名咧？哦有嗬，唔是只老白嘅邊咧，伊係啲紅色嘅是 transparent，係生風油。生風油，生飄油，嚇！誒，讀佢講嘅，佢去 BM 咩？伊字直減一嚟，哇！一嚟，咪係咪？咪係咪？生飄油變咗生風油，同埋你講咩？生咩？你生飄油就是我 favorite 嚟。哦，你屬個紅嘅是迄個紅嘅話，伊係紅嘅。我是紅色，我都變靚買啦。伊係咪生 signature oil 啊？伊係咪？生飄 oil，生飄油。有嘅，我買過嘅個味個冇，真正怪怪嘅味道。然後用 synthetic oil 你唔是用正油嘅，所以唔香。生飄油嚟做咩嚇？我為隻 allergies 啦、綁架啦，為隻被穿開嘛，所以咪用隻嚟嚟。哦 ，clear 你嚟數，所以成個 inhaler 嚇啊！我特登用嘅，我特登用。And that's why 我為隻 cream 嚟，我特別紅油啦，啤嚟，雜白嘅嚇，我內行嘅。吐氣坑，即係是白嘅，即係雜白。你係到你邊頭整，係你係你邊頭整應該未補。In front 頭你邊嚇。OK， 看到，看到。แล้วถามว่าอยู่เป็น inhaler บนว่าอาสามรักษาเลยสังเพียวอยู่我買一個是一生，我一個 inhaler，特別迄個 inhaler，我個有個。我20年我少個胖過，甲你講 inhaler，一個 inhaler，我唔敢用 ，because 我位置被穿開嘅，所以我自己扛過咧是我啲多料嘅事啊。我別嘛嚇，我過來用伊 inhaler。แล้วรู้สังกัดแกเลย我在我身上聽到是現在是鼻紅油嘅人，樣是嘅一隻手笨油，一隻講咧拍隻格咧點那個嚟變，哈哈對，真啊！喲，你 typical 咯。我 usually 我係到我看 YouTube 啦，伊人是講你either用係你大個班，嗰時你用紅油，你係啲類超，然後你抓類超，哦，吐抓嚇。ลูกบีโอเคนี่ก็อาบัวเบชอนกูนะจัวแล้วอยู่เวเปอร์ยาเฮลว่าตัวสิอันนั้น ด้วยใส่บอกคิดด้วยอันไหนว่าตัวอันนี้อาบัวเบชอนคุย
Lu ba try ko ya Vicks Vapor Rub buat ti lu jeso. What about? That's why what the bay part winter is what bay part scarf because what you length 有呢我少了 what the bay stop 了 what 冇少 what okay what you 少了 what bay stop what bay 用 inhaler 下了用 inhaler because 一張係 steroid 嘛 inhaler 是嗰粒 steroid 所以你嗰粒用 steroid 掉網用上去 inhaler 用 steroid 係咪即商票有 steroid 啊？冇拍檔啦，你個學到 inhaler。哦 inhaler 用 inhaler 嗰粒是 steroid 嚟，所以 steroid 但係你冇 asthma 啦有。我有 asthma 我有 asthma。Oh, I see. No wonder. Okay, got it. แล้วว่า inhaler ว่ากู3行รู้จัก一個是藍色嘅，一個是 chocolate 色，一個是紅色。藍色是你有 asthma 被穿開時，你用藍色嘅。你 chocolate 色是你有痰掃不出，แล้ว出來。紅色是你未用兩行，佢哋 chocolate 色跟藍紅色啊，你just用紅色。所以我有3行咯。特別你隻標，所以用一個。你隻鳥出鏡啊？你會唔會？我想問個要隻標嘅 honey 哦，標嘅 honey 哈，伊 enzyme actually help 你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嘅。That's why 我幾隻去 New Zealand 是我特別 honey 嘛，That's why 我諗隻講 honey。Okay. Because recently 我俾學看嘢，一隻啦係能 stop 燒嘅。但係調轉邊嚟嗰隻入邊要講 ，honey 都是要 anti-inflammatory。對，是咯，路邊愛買錢係真係標嘅啦 ，because 伊 enzyme 啊 helps a lot 啦，你望見咱讀見咪 look it off the shelf 嘅，嗰係朋友姐，了愛 test 伊 honey 真嘅喲。If 你啲 room temperature 你燒過有幾節啦 ，actually 你開嘅時候你看到一轉出來啊 ，because 伊真 active 裏邊。就使方面啊，你講。冇我講條住見講係 inhaler 嗬，一對俾甚至青色嘅罐喺裏邊有咧有抽嘅。抽青色嘅嚇，青抽油啊。唔是 inhaler 青抽油啊，一是青色嘅嚇。青色咪一時大大，呢就有大大啦，แล้ว伊唔是 cream 嘅 type 嘅，一時開出來後，一時個 potpourri 就係啦。OK，實大炒啊嗱。potpourri 嘅掉咯嚇。個有係咪啊？冇白講，按照就係講你下年是自然嘅，而且你就應嘅。你其實白色嘅盤，然後你係水啦，係嚟盤位嗬，แล้ว你 cut 類下年倒落去嗬，你切類盤，你切類盤嗬，你看到伊下年嗬。伊看到隻 N， 迄個 shape， 你迄個 shape 係個你 honeycomb shape， honeycomb shape 對。你看到就水位。That's another way of 我唔看過喎。你是講伊出來是伊開來寫係你 honeycomb 嘅 hexagon 出來。對 hexagon。對我係直接把你講看到一個 documentary 呢，伊人講當今講隻 honey 個了是假，伊係伊用 corn syrup，แล้ว伊係 chemical 嚇，伊用咧 chemical 伊錄食是成個 honey，伊人講咧一個國家啦，專門做假嘅物件，所以係咧伊人是用 corn syrup 啦當今。有一個 honey 當然未 check 嘅，the only thing 嗬。The honey supposed to be 你個係你食係你 nectar 嘛，對唔對？但係食係你 beekeeper 哦，用愛炒卡小人波嗬，伊 feed 係你 bee 哦 with sugar。Yes, that's right。伊可被烹食糖水，所以 honey 出來無包嘅。Although 伊是 honey， 但係 honey 伊無迄個花粉。無花粉嘅，你pollen嘅，要插鼻粉嘅，你要插鼻粉。有濟人，伊人講你食 camel 嘅牛奶啦。camel 係零 ，camel 係牛奶。camel 係零，伊人講伊是 anti cancer 嘅嘛，你得 cancer 人食濟人叫你食 camel 係零。特別咧，有當今嘅人咧，伊愛可以 camel produce 伊零較快，伊賣真貴 ，right？伊可以 camel 食 cabbage。所以 camel 那是食 cabbage， 伊零無係嚟播 ，because camel 有得話 desert， 伊人食係嚟炒個了啊，啲 desert 嘅，所以炒是只坎坷脆嘅炒，所以伊是伊 cancer。所以那是你
你去甲迄個 nomad 買誒 camel 會冷咧，正好誒咧，有影會對 cancer 好。特別你若是食迄個 camel 會冷是假咧，伊是可以食迄個 cabbage 當飯魚嘛，伊冷出來啊無白波誒。無波 ，OK。所以伊人講若是你有一個人 supplier 知講伊影伊 camel 是食迄個正desert 誒，有影食了你甲買。你出。特別若是講你唔知咧，所實講你唔知啦。OK。camel 嘅令 camel 福建話叫咩啊？駱駝啊！駱駝啊，是駱駝啊，未記得駱駝啊，一定是駱駝。阿龍困起啊！阿龍困起啊！我是叫駱駝啦。駱駝。แล้ว未出靚嘅 camel 咪叫做臭駱咯。臭冇啊！臭落仔夠細拎嘅，成隻字。是臭水咧，就變臭落嚟拎落台拎。佢講上個嗰句啊，毛毛菇 ，Lucky 係咪講是買插買三文魚？得你講嘅。做咩水？唔知買十本條毛毛菇買咧 hard rock 嘅 T-shirt。佢哋是 OK 啦，佢哋是上個即 check in 嘅可能啦，即係攞嚟為佢哋 T-shirt 啦。但係我開始講咩，佢哋三文魚啊 ，because 佢特你講嘅三文魚就出名，佢咩三文魚？嚇，三文魚家己無相嘅國家無相嘅味素，你是個一味哦 ，OK， 唔是味嘅，你是個一個。嚇，嚟上個日本嘅，伊是上個 chicken stock 嚇呢，一粒嘅。哦。你開年都掂落去就會使啦，或者都係食字啦嚇。你是講一粒，是講你下一粒落去寫就會夠啊？你看是唔是？伊是 highly concentrate 嘅，好似種嘅嚇，掂一粒落去呢。伊是絲絲格格嘅啊，款嘅啊。然後安怎一粒咧 vending machine 嚇咪嚟？安怎佢一粒咧？你講伊是款，伊是一包包。冇，伊硬伊起來一邊 chicken stock 咧，嚇，一地。哦，I see，compress，伊是 compress，伊係做一地硬嘅。哦，你講 chicken stock 我話想對啊，一地嘅咧 chicken cube 嗰啲 stock cube，啊，bouillon 嚇。對，แล้ว把你個嘅泰國誒就胖到你見啦。哦，係咪清茶呢嚇？個日本嗰邊？咁嗰啲味素咯，意思係咪胖？係咪味㗎？鮑魚脆味啲啊，係胖咯，伊 flora 係胖咯，花味。無相咯。嚟，如日本嘅 sakura 味加泰國嘅 sakura 味個無相咧。哦，泰國個 sakura 本啊，特別無相嘅做晒味。做無相出嚟，แล้ว沙本咯。伊泰國嘅 sakura 係 sakura cup 嘅。應該是哦。sakura cup，三本咯，一地三本咯。洗身軀是洗手還是洗面？洗身軀嘅。上個handmade 嘅咯，我是個 Australia 伊朗嘅咯，洗係正嗨嘅咯。嚇，洗係嗨嘅。哦，你是個阿拉比啊？係咪比？我是個伊朗嘅比啊 ，OK。洗啊，真係。伊朗係咩嚟花嚟啊？這個我諗冇，係 orange 嘅味咧。是 Teresa 啊？伊朗是花嚟喲。花嚟，伊是花嚟嚇。แล้วอีเสียลูกตับปัวหายในควันเนี่ยฮะสุกาบีซอสุกาอีบีซอที่เขาสิหันเมกละแล้วกูเล็งละมันจำในควันเนี่ยนะแล้วลูกกำกับเดียวลูกตีขี้ก่อกับไว้ปั่นตัวไหนหอยสิตีกี่ก่อไอ้สามีไม่แก่เลยโต哦，你是個少多呀？佢冇上，你使幾呀？嚇多啲飛機使幾啊？會使啊，都 check in 啊，check in 咯嚇，都係 check in 咯，都喺期間邊看啦，哇，看到當然有人買 branded 嘅衫 ，branded 嘅 branded 嘅多 ，branded 嘅多咯，係咯。branded 嘅多係咩 brand 是出名？我即份我較屬個 Jamie Oliver 嘅多。哦。我飛到伊唔係嗰啲 overprice 嘅。Jamie Oliver 是迄個 chef 喺英國嘅，偷領帶同埋食 Jamie。偷領帶。
有 list 嘅。一首零帶淡薄嘅對。So，特別係隻歌都跌得了。哦，對，所以一陣間佢叫做 Naked Chef。對 Naked Chef。然後macam-macam 嘅多咯，不相咯 pot 有當時本會買咯，看到會不相嘅 pot 咯。哦，成講煮只係愛嘅可能。煮只係愛咯嚇。哇，咩是蛋糕更加咩愛？我哋pot。係咯，有你咯，清一條衫架點掉咯，整個清古衫去嘛，然後衫咪又都一個黑格掉啦。你衫咪係個愛邊，你衫就你攰啦，幾時衫點咗去？咩隻愛嘛你講？所以都愛加咯，用只呢拖亂嘅數。OK，before 咱砍掉這一整哦，兩個就咪講兩隻奇怪。interesting 打包啊，唔打包會辦去唔記得 OK， 幫我撳啲。我對於馬來西亞嘅事，我買本嘅簡單嘅嚟拍去打咧，切細細嚟，有時古拉馬拉卡，有時尋 stationery 我去啊，嚟 popular 買啊，嚟 pen 啦，嚟 color pencil 啦，我買 stationery，有啲夾板機都得馬來西亞，and 伊板機啊特別個質量好嘅喎，伊 pen。伊pen啊，你知啊，買成個停者啦。because 啲餅買隻貴，唔使算算得貴。伊 stationery，I don't understand。你是日本接嘅嚇，即係日本就係 maybe 是日本接嘅。Yes，I think 是日本接嚟。我頭先買隻隻 calligraphy 嘅版本是日本嘅去。是哦，到馬來西亞板機，錢啊板機買 stationery。你去台北啊，到啲邊嚟會較濟去。popular 啦，係咪多啦 ？whatever stationery shop 都貴，我去買咯。แล้วโอเค所以你講你本個簡單是你個 process 啊，你唔是買because 你到 market 巴薩會買是伊貴漲係嘛？伊有本個簡單係咩嚟？是見嗰啲係你綠色嘅花咯，係你綠色嘅花。pink color。係你 pink color 呀。所以你切成個切伊成個綠 serve 綠色，排淡了時白起來，燒起來。是白起來。伊 actually 我人 Canada 會使。會tahan tapi lu cu siaka asam pedas siapa ni sih ya gula itu misi sih ya lu because lu dry sih lu had okay so is siaka rehydrate you reconstitute 到對伊成個 because it dry 嘛 so 伊淡到對時伊味出來到對啊，就是講tapi 伊無siaka fresh okay 比安尼淡咯 tapi 你免只較早reconstitute 你咪較早成個尖嘛，你是行到時啊，一數就揼個 liquid 哦 freeze， I freeze 滿啦，特別想啊，我感覺伊 already dry。你特別嘅對，我感覺應該有啥人成個你叫咩啊？你 freeze 就快 freeze 叫做咩啊 ？shock freeze 啊，咩 freeze？ flash freeze 啊 ，flash freeze 對 ，flash freezing 對。我那時講 flash freeze 啊，應該是特別每時叫 frozen 啊，每時應該是較好，唔知。特別你家己做嘅，我寫哦。面試冇攤吹嘅數，冇攤吹嘅數，你知啊，多一邊。所以而家對於 and 這邊 Canada 你使而家接嘅 ，because anything that spice 啊 ，spice dry spice 啊，你使而家接嘅 ，as long as 冇係你。伊見啊，伊無見，伊咪是 fresh， 伊咪是壞啊，伊是 OK 嘅，會使記咗啲乜嘅，有第一會使記咗啲，了嗰時行定咗我記對嘅是應該話較高三節去 Georgetown 會俾是係你邊湖哦呀，誒邊湖 actually Canada 會使邊湖是。數了，唔知，我唔知，伊是邊個湖嘅嚟做？我知做糜啊，上面做湯咁嘅是。冇我諗做邊湖茶，我嘅嚟做。成個做湖茶咧，特別炒邊湖嘅。對，然後伊是切無相咯，伊嘅 shape。我係記住講啊，點知是唔是九三字講嘅？煮下面係咪湯嘅時有係邊湖嘅嚇？淋面嚇對，阿龍嘅朋友，伊做伊用邊湖。伊淋面嘅 stock 要係邊湖嘅。對。แล้ว邊湖 actually 冇使嘢接嚟 because anything dry including fish as long as 伊面是，比如貴拿嘅 fish 是 ban 嘅啦，但係 as long as 伊面是係嚟裝嘅 fish，actually Canada 冇使嘢接嚟大湖。
特別嫩啊咪袂使咯，嫩 fresh 吧。actually 八卦會使夾接來嘅，特別 last year 舊年嘅時我拄好拄着無好嘅時間就夾八卦，一條 confiscate。因為舊年嘅時唔知有 swine flu 還是乜嘢。拄好拄着然後 bad 是伊人 timing。suddenly 講袂使夾接來嘛，from Asia。哎呦，安 So 怎你無剪只去錄下名啦，只去未我着 declare 數 because 我人落來 from 飛機 just before 過 immigration 參即係 custom 時啊，伊人有 PA system 講 if 你有 any food 你着 declare。so 你袂使講你假使我唔知啊，即係你袂使講有無你袂使so 你着去 declare even if it's the food that 就諗乜 smuggle 物件接來過，袂使講。袂使講。袂使講看你 smuggle 之來物件，係咪物件？我是 happen to be 夾入來過啦，係你八卦咯。and then 有夾過有係你咩月餅。and 可能啦 the rest 嘅了是我食乖啦，無做 smuggle 呢濟啦。你無叫佢長出來咩蝕呢？出來無？無長係你無未夾我夾過一道不啱簡單嘅見未整起 ，sorry。未冚錯。哎呦，掠到嘅死只個樣啦講，我諗這邊那是你掠到，伊學講類似是算清嘅。是哦，是水清嘅，無得嘅無。我看過呀，你 border patrol 呀，水清嘅。伊我真驚，我是應該伊搞嘅味道，咪個頭嘅搞嘅味道誒。不要緊啊，伊掠你了是你 passport 啊，伊後你 black 嘛，所以後悔你記嘅是你達到掉了嘅。我就 check。伊係你名，伊係你 number。特別我唔知講你換 passport 咧是伊 check 咗，我唔知啦。特別要講過，伊講。伊係你 number 落去啊，後過你過嘅時啊，伊人就 check 你啦。because 伊知講你是着掠過着有地啦，你有地啊。未使講你講咩？我未講過。話美國大刀夾對嘅咧，嗰了是我 sister 愛物件。係咩物件？我嘅翁嘅 sister 咧，養家己愛衫。Lululemon 嘅衫。早是買，家就是買 Gap 啦。Gap 唔會買。yang happen si brand ma that time si and then yang ku be yang juga suka be sport shoe 這邊位。嚇 ？sport shoe 係咩？shoe sport shoe。哦 ，sport shoes，OK。and then 我知咧，我 immediate 知咧，個紅金同咩咩 kitchenette mixer。Oh my god， 電備用嘛？yang 有 step down。kitchenette 咧淡喎。Yes， 一年對呀，我知係你 professional 嘅cake mixer 咯。誒第二年對，第三年咧，呀佢一個我知對嘅，and then 冇嘅oven。我食到是oven啊，好料咯。And then 你冇rasa成個暗槽你知哦？冇啦，一杯一粒呢嘛。And then yang sampai I杯係上家係我杯佢叫你杯一粒成都係嘛？看是唔是一粒呢？我係杯一粒好，你 HomePod 啊，唔加叫人驚杯啲嘢咯。係啊，HomePod 係啦。唔嘛。So 零件是 sometimes yang 買係你古早Malaysia 是食少人local 人，I mean like 你除非你去 salon 啦，做係你 curling iron 啊，係你慳件。哦。你看件所以無插啦電器嘅，咱會使用嘅用無驚講無下啊咪，你啲 warranty 啊咪。伊嘅厝咧，有時就啲調係你。叫佢哋DMV 嗬，學用 commercial 嘅 grade 嘅啲電咧，支出。所以咧，伊and then 出來邊有 step up and step down 嘅，所以唔驚 no problem。第一個嘢樣嘢做了是，我 sister 是做 real estate 嘅嘛。
So and then most of the things is electronic 物件啦，啥 PDA 啊，古早係你 PDA 啊，哦，你 Palm Pilot 啊，係你哈，哦， because Thanksgiving 係你唔要是見啊，係你 electronic 嘅死環境呢，嚇，哇 Thanksgiving ，mixer electronic 嘅環境，咪俾你下物件咯， mixer 就等就係即係阿咪即係 mixer 就等就。即係落幾節呢，會使。哎呦，好啊，我是錯咯，我落心就是錯㗎，未當嘅。我那是你是 come back 當然你 OK，你那是唔是 come back 當然你你 come back，成個我是 come back 嘅啊，你嗰陣人講我俾 Corel 一 set 嘅 Corel 我本 OK，because 我是 come back 當然對，我本是 come back 當然咯，你 from Malaysia 對嗱是較只物件咯，喏，你知啦，我買30件嘛，30包阿三laksa。我本是我買你垃圾料啊，本是算呀。所以我買客家話就成日我免嘢了。我minimum 20包嘅，那是去一個 supermarket 10個包呢，我都俾去另外一個 supermarket，我是特別2包啦。加參過30包，我是20包呢。2包你買2包嚇。And then 蘑菇佢當然我買係做萬掌櫃嘅係毛咯。哦，萬掌櫃嘅毛是一時點嚟唔是啊？Titia, dia ayam. Ayam ah? Ayam. Oh, ayam. Oh, cast ayam. 當然我看先呢，我看到啲 video 係咪先樣成個淺淺嘅角波色係係咪嚟？係是？呢隻金色嘅，嗱波嘅。Masih copper pen. Si copper lah. Si copper ah. It has ceramic. It's copper. It แล้วแต่一定面 it has ceramic。這樣子我捌看過嚇，你若是看到你金啊，可能 usually 做萬掌櫃喎。哦 ，OK。伊是伊無成個角波嘅金，伊是成個較黃嘅色淡薄。It just has 色嘅，it just has 色嘅。OK， 小蛋啊，俾我諗正要。感謝各位聽眾，是今日教我講亂去蝦米國家辦蝦米會，了希望亂知道對去辦會是問到了 ，OK， 到呢個一條講緊住明星啊嚇，你快再見，拜。哎呀，別記，頂住你塊冇看到，就做咩第一做咩第一看第一聽第一時，我第一入正嘅嗬，我諗現在錄音咪是同地路，感謝大家。